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，注心推广台语的关怀文教基金会提早举办哪走哪斗大的活动，安排台语拍通关游戏完成挑战，就当斗出一张有无同款国家语言的斗图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大众知影世界母语日的意义甲由来。这什么？牛，嘿，讲一遍牛，再来。参加的囡仔对志刚念出动物的名，佮有用台语小解台湾好佚佗的所在。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，关怀文教基金会提早举办哪走哪斗图的活动，让民众耍游戏、讲台语，熟悉世界母语日的意义。阮是讲第一项就是让大家知影世界母语日的意义，个意思是安那。就是期待全世界，期待联合国，期待所有的国家，大家人拢会当尊重咱全世界各种6000几种的语言。虽然无共款作文，但是拢是世界的财产，这应该爱大家互相尊重。活动游戏有安排模仿动物、画图、分家规等等，重点是拢爱用台语过关。完成挑战，就当斗出一张有无同国家语言的斗图，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。拄好带小朋友来遮耍的时阵，然后看到这个活动，所以顺便来遮参加这个活动安尼啦。嘿，伊嘛感觉讲就有意义安尼。阮某都有发现这个活动，要囡仔体验者迄个台语安怎讲，互因了解咱即马台语是要安怎讲，体验一下这样子。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这边活动看到足侪大人囡仔做伙参与，大家算甲真欢喜。未来会继续举办多元的台语活动，实现语言平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